而我喺電腦裏邊所做嘅所有嘅事情，例如瀏覽網頁，或者係 check 呢個私人信件，甚至係一啲嘅文書處理，亦都係經過佢哋係透過呢一個嘅 computer 嘅擁有者，例如呢一個圖書館，因為我大部分嘅時間都喺圖書館嗰度係上網啊，或者係用佢哋嘅 computer 嚟做事情，同埋一啲嘅小部分係經過呢一啲嘅computer cafe，好似 Pacific Coffee 啊，而呢啲地方就協助佢哋非法咁係知道睇到甚至控制我喺電腦裏邊所做嘅一切。而喺資訊方面，譬如話我係瀏覽，不管我係瀏覽任何嘅網頁，資訊性又好，娛樂性又好，佢哋都會好清楚我喺度睇緊啲乜嘢網頁，所以令到我現在嚟講，或者我一直雖然我申請咗 e-banking， 但係我冇乜點樣利用佢，因為我喺網頁上邊，我喺電腦上邊，即使係需要到 password 嘅都好，其實佢都唔等於係我嘅個人嘅私人嘅密碼。而除咗網頁之外，例如一啲嘅私人信件，亦都係令佢哋係完完全全係好清楚咁知道我任何一個 email box 裏邊嘅 email 嘅內容，甚至我 email box 裏邊嘅任何嘅 password， 亦都喺過去幾年曾經多次咁俾佢哋係喺我嗰個 email box 裏邊係做嗰個設定，係因應佢哋嘅需要或者方便而設定我嘅 email box。所以即使我擁有部私人電腦都好，我喺電腦裏邊做嘅任何私人嘅嘢，其實根本就毫無私人可言，係完全被公開。所以嗰個情況係去到，即使我係擁有一部完全屬於自己嘅電腦都好，而我相信佢哋亦都可以透過呢一個 IP address 或者 computer 佢本身嘅 ID number， 甚至係得到呢一個上網公司嘅幫助，或者係其他嘅方法，亦都可以知道我喺個 computer 或者喺網上邊做啲乜嘢。而協助佢哋嘅地方係曾經有多間嘅 computer cafe，例如 Pacific Coffee。我意思係我曾經去過所有嘅 Pacific Coffee， 例如呢一個機場、中環區、銅鑼灣時代廣場、旺角。而我去過嘅，因為呢幾年我已經再冇去啦。咁例如如果圖書館，亦都係多間嘅圖書館，因為我主要着咗90%以上，我都喺圖書館度上網。例如中環大會堂、灣仔中央圖書館、東涌圖書館、屯門圖書館。而屯門有大興，亦都有呢一個屯門大會堂、旺角圖書館、沙田圖書館。而喺呢幾年，我主要我逗留嘅地方係呢一個嘅中環、灣仔、金鐘，而有陣時會去銅鑼灣。而圖書館好多時候我都會去中央圖書館同埋呢一個屯門，所以喺呢幾個區域嘅所有我曾經到過嘅圖書館都有協助佢哋做呢啲咁嘅非法事情。
而有一啲譬如話，另外我係去過一兩次其他可能油麻地啊、牛頭角啊、上水啦，譬如天水圍呢啲地方，亦都有呢啲圖書館，亦都有協助佢哋。而呢一啲可以上網嘅computer cave 亦都係。而佢哋就係利用呢啲咁嘅非法嘅方法，知道咗屬於我自己嘅私隱資訊之後，然後就係喺我整體嘅生活上多方面都加以控制同埋騷擾，甚至破壞，而令到我喺生活上多方面而蒙受一個非常非常嚴重嘅損失。